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6,844點，跌78點，總成交超過2,550億。做咗港股收市價，阿里巴巴升1個6，騰訊控股跌4個半，藥明生物跌2毫4，恒生中國企業跌5毫，小米集團跌7毫6。中芯國際升1個8毫半，盈富基金跌8仙，南方恒生科技跌0.5仙，寶寶馬特跌10個6，攜程集團升6個2。睇其他主要藍籌股表現，匯豐控股升3毫，友邦保險跌1個3，中國移動跌5毫，港交所跌2毫，煤氣升2仙。恒生科技指數報5822點，跌6點。現貨金價係報4606.13美元，跌3.85美元。現貨銀價報90.85美元，跌0.58美元。睇睇歐洲股市表現，倫敦富時100指數跌19點，巴黎 CAC 指數跌2點，德國 DAX 指數係跌9點。花旗話受惠美國減息同內地政策支持，睇好今年 A 股同港股表現，預期恒指有機會升至3萬點水平。